呢度見證咗廣州13行兩大富豪潘家同埋伍家喺河南嘅興衰。咁當年潘伍兩家過咗珠江，喺河南南華西建基立業。咁伍家呢，仲特意用福建家鄉地名溪峽嚟命名呢條街，咁所以呢度呢，就叫溪峽街啦。潘伍兩家以壽珠涌為界，涌西歸潘家，涌東就係伍家花園。咁而溪峽街正就係過咗壽珠涌之後伍家地頭嘅第一條街巷。咁當年伍家花園有一座叫龜崗嘅園林啊，位置就喺今日嘅溪峽新街。咁溪峽街一帶嘅西式騎樓、小別墅同埋竹筒屋呢，民國時期呢就已經立咗喺度噶啦。咁老一輩啲人講啦，解放前呢一度住滿晒啲疍家漁民嘅，咁佢哋呢就係靠織布打魚為生。咁賺咗錢呢，就起咗呢啲咁靚嘅洋樓啦。咁後嚟疍家人搬走咗，壽珠涌兩岸依然旺到飛起。成片嘅洋樓變身前街後河嘅秦淮人家，咁姑娘呢就喺水邊洗衫，後生仔爬住龍舟衝出珠江呢啲畫面，成為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咁可惜，跟住壽珠涌被蓋上咗水泥鋼板，隨之水鄉風情亦都永遠封存。講到溪峽街，點少得過背後嘅13行巨賈？明末清初，廣州西關13行雲集天下客商，最鬼水莫過於潘、盧、伍、葉四大家族啦。咁其中呢，潘氏家族潘振成起家，苦到被法國雜誌爆咗佢財產仲多過西歐國王。咁而家南華西街仲保留住佢哋1826年起嘅潘氏家廟同精磚大宅。更震撼嘅呢，就係南華中路231號嘅潘氏大院。1909年由第5代潘佩如起嘅海珠第一棟西式洋樓，水泥鋼筋雕花柱，當年真係威震河南。伍氏家族1800年伍秉鑑接手咗怡和行之後就積賺咗2000萬兩嘅白銀，成為咗世界首富。1803年佢嘅兄弟伍秉蓉就喺壽珠涌東起咗超豪花園萬松苑，同對岸潘家隔涌鬥富，引起河南富豪爭相起園，例如陳園、梅園、葉氏近園。咁成個南溪兩岸變身咗富豪嘅別墅區。溪峽街每棟老建築都有段故嘅，咁例如1號就喺解放前竟然係革命黨嘅秘密據點，3號就係粵劇名伶白雪仙嘅故居，佢後期去咗香港先至搬走，咁後嚟就明國白雲龍接手住到鐘樓，咁而16號竹絲庵舊陣時專門用嚟收留伍家失意嘅女子嘅。咁呢度嘅一磚一瓦關聯住百年商都嘅傳奇。